欢迎来到星光说故事。小朋友、大朋友，请坐到一个舒服的地方，或闭上眼睛。我们要开始说故事咯。今天要说的故事是小雅的黏黏手王国。从前，有一个叫做黏黏手王国的地方，住着一个小朋友，他的名字叫小雅。小雅是一个很可爱的小孩，眼睛大大的，笑起来很甜。现在的他已经是小学2年级了，可是他有一个小小的习惯，大家一看到就会皱眉头，那就是他超爱用手拿东西吃。吃饭用手抓，吃菜用手拿，面包直接捏。重点是吃之前他常常忘记洗手。小雅觉得自己的手超厉害，用手最快啊，餐具好麻烦哦，而且我的手又没有黑黑的，看起来干干净净啊。于是小雅一边吃甜甜的饼干，然后手又在桌子上摸来摸去，黏黏的手再顺便摸一下椅子。吃完之后，手上甜甜的、油油的，小雅又跑去玩玩具，摸门把、摸书、摸枕头。她的手就像一颗会到处旅行的黏黏糖。晚上，当小雅睡着的时候，桌子底下开始出现奇怪的声音。闻到了吗？好香哦，甜甜的。一只蚂蚁探出头来，后面跟着一大排蚂蚁朋友，是小雅留下的手印，黏哒哒的，太棒了！不止蚂蚁，角落里蟑螂先生也慢慢走了出来。这个家看起来好好住啊！不止虫虫，小雅的手上其实还住着一群看不见的小东西，它们叫做细菌小怪兽。哈哈哈，他又没洗手，快快快，搬家到嘴巴里。当小雅用手拿东西吃，细菌小怪兽就滑溜溜的跑进嘴巴。耶，新游乐园，我们来捣蛋吧！有的细菌让小雅肚子痛，有的细菌让小雅喉咙痒，还有的细菌最爱让人生病。有一天，小雅坐在沙发上看电视，她的鼻子有点痒痒的，她忍不住挖了一下鼻子。小雅突然打了一个大喷嚏，鼻子红红的。细菌小怪兽在旁边偷笑，嘿嘿嘿，鼻子也是我们的秘密通道哦，手张张挖进去，我们最开心啦！小雅开始觉得不舒服，可是她还是不知道为什么。那天晚上，小雅梦到自己走进一间亮亮的浴室，水龙头旁
站着一个蓝蓝的小精灵。你好，我是洗手精灵。洗手精灵指着小雅的手说：你知道你的手今天带了多少东西回家吗？画面一转，蚂蚁、蟑螂、细菌小怪兽全部跑出来。小雅吓了一跳，哇，怎么这么多啊？洗手精灵笑笑地说：有些东西像是小细菌，是我们眼睛看不到的，不过有好多都住在我们的手上，如果不小心让它们跑进嘴巴或鼻子里，身体就会不舒服。所以呀，我们可以用一个很简单的方法，让小细菌乖乖离开。洗手精灵帮小雅把水龙头打开。首先，吃东西前，我们先帮手手洗个澡，挤一点泡泡，手手搓一搓，数20下，泡泡越来越多，小细菌一踩上去，咻，全部滑倒，滚走了。最后，别忘了要用水再冲洗干净哦。再来，用餐具吃东西，食物就乖乖坐在汤匙、叉子或筷子上，手不用一直抓，就不会变得黏黏油油的。手干干的，桌子、椅子也跟着干干的。虫虫找不到香香的地方，就不会跑来了。最后，手不干净的时候，不挖鼻子，不咬指甲，因为鼻子和嘴巴是身体的小门，手上的小细菌一不小心就会跟着进去，身体就容易不舒服。所以，先把手洗干净，再摸摸，再吃东西，是在照顾自己和保护自己哦。隔天，小雅真的照做了。吃饭前，好好洗手，拿起汤匙和筷子，慢慢吃。手干干的，桌子也干干的。蚂蚁找不到食物，蟑螂先生搬家了，细菌小怪兽气扑扑的走了，这里不好玩了啦。亲爱的小朋友，我们的手每天都会摸很多东西，也会陪我们吃饭、玩耍，所以照顾好小手，就是在照顾自己。洗手，用餐具，手干净再摸鼻子，再吃东西，都是让身体开心的小魔法哦。下次洗手时，看着泡泡跑出来，你会知道你正在帮自己变得更健康哦。如果喜欢今天的故事，别忘了订阅频道或分享。那我们下一集再见喽，拜拜。